家好啊，我係新澤。而家所見嘅係香港九龍海匯大型屋苑個行地站，僅需要3分鐘，樓下要商場及公共設施35蚊。而家見到係優美寧靜嘅超大戶外泳池。而家所見到嘅係香港九龍大型屋苑海匯，海匯總共有4座樓，總共1999伙。個行地站僅需要3分鐘，樓下有商場及公共設施，共35萬平方尺，有室內恆溫泳池、室外泳池，一街之隔嘅有65萬平方尺嘅 APM 商場。